入嚟一百歲。你要喊一下。凉了，那个味道又出不来，也是不合适的。这要稍温一点的那时候才有感觉，那个就是美妙的初恋的感觉。左边放辣椒哦。男士的加油站，女士的美容院。然后没有什么想象的那种味道，但是你还是不能想象。